歡迎嚟到共享之家龍城店，一間為長者提供安心、舒適同專業照顧嘅護理營養老院，於2025年10月1日成為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認可服務機構之一，為香港長者提供一個放心嘅第二個家。共享之家龍城店喺2018年正式對外營業，位於深圳市龍崗區中心大運片區，毗鄰香港中文大學。深圳呢度生活便利，周邊有萬科廣場、大運天地、山姆等大型商超，滿足長者日常生活所需。經由羅湖蓮塘口岸到共享之家龍城店，大概35分鐘車程，方便香港家屬探訪同長者返港。喺醫療方面，龍城店周邊有多間3甲醫院，深圳市龍崗區人民醫院距離約3.3公里，車程約10分鐘；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距離1.3公里，車程只需5分鐘；深圳龍城醫院距離約2.9公里，車程約10分鐘。全部都設有綠色就醫通道，確保長者就醫更加方便快捷。龍城店設有3層建築，總面積4145平方米，一樓包括康復中心、醫務室、多功能活動區、綜合辦公區、廚房同洗衣房。2、3樓係長者居住區，頂層天台設有園藝治療區，讓長者可以親近自然，放鬆心情。我哋設有100張床位，有單人房、雙人房。院內環境整潔，空間寬敞，配套設施齊全。龍城店擁有一支經驗豐富、專業可靠嘅照護團隊，特別重視康復治療同長者活動，擅長為中風同阿爾茲海默症長者提供針對性服務。每一位長者都會得到細心貼心同有耐性的關懷，確保喺共享之家嘅每一日都安心又愉快。飲食方面，龍城店每日為長者提供均衡營養、色香味俱全嘅飯餸餐食，由專業廚師團隊精心設計，符合長者口味同健康需要。除咗院舍內設有茶室，方便長者同朋友一齊品茶，我哋仲同周邊嘅香蜜軒酒樓和悅風茶樓合作，讓長者可以在院內飲茶，體驗廣東獨特嘅茶樓文化，享受社交同生活樂趣。共享之家係一個於2011年成立嘅高端頤養品牌，目前於全國有4家養老院，致力於為慢性病、認知障礙同中風康復長者提供專業護理、復康同生活照顧，採用3A 頤養復康服務理念。多年嚟，龍城店仍獲多項專業認可，廣東省民政廳4星級養老機構、深圳市福利中心5A 社區養老服務機構、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幾級餐飲單位、深圳市衛健委智慧養老驛站、ISO 9001養老服務國際標準認證、香港安老院舍服務認定。呢啲榮譽代表住我哋嘅專業水平同服務承諾。共享之家龍城店致力成為香港長者喺深圳嘅溫暖家園。嚟到呢度揀到各方面照顧得非常好，呢個地方咧伙食辦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哋呢度住咗1年多，揀到日子過得好快啊！快活不知日子過，溫暖而家勝過家嘅家過。我哋相信優質嘅生活唔只係硬件配套，更加係源自每一份真誠嘅關懷同尊重。歡迎香港嘅長者同家屬嚟到共享之家，體驗家一般嘅感覺。